咩么大一讲咩波客栈，能客栈飞面话，有面的豆豆，能客栈，飞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澳洲多姐，澳洲多姐。我到面黑面的，我到面黑面的，面黑面，面黑面当清代还长度你那个来当清代。清代长度，你那个来，哒哒滴哒哒哒啦啦啦啦啦，澳洲。澳洲多姐，我到面黑面的当清代长度你那个来。澳洲多就是绑着，要先把这个狠人给他绑起来，才能抢他的东西。多这我打面黑面，就是狠人黑黑。当就是先就是钱的意思，要先把他绑着，才能抢他的东西。当就是钱，清代才来。清就是财，清代长度抢的长度你那个来抢他的东西，澳洲多这我到面黑面当清代长度你那个来，先把他绑着，再抢他的东西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。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